随着年尾接近，侪家庭拢开始准备迎接新的一年。长期关心社会公益的好用度基金会，为了帮助大北门地区的弱势民众，12号上午特别来到北门二中港的好事宗祠，举办冬季慰问金的发放。因为成效真好，所以基金会这几年也持续扩大发放的范围，希望帮助更较侪社会弱势。活动现场，好用度基金会创办人胡宝明先生，除了亲自到场发放红包，也呼吁社会上的企业应该踊跃帮助弱势，打造一个温暖的社会。那里真欢喜，会当来咱的北门三兄弟发放这个冬令救助金，会当讲每年的寒人真欢喜，就当来，看到遮侪乡亲需要咱的帮忙。我原来是再次呼吁，咱台湾区各地区的企业人士，原来会当像这个模式来发放。每年的寒人会当来发放这个救助金，安尼咱台湾会更加温暖。因为来到偏乡需要帮忙的人实在有够多，我已经发放10多年啊，我们继续发放落去，来帮忙这需要的这个较弱势的这个团体，予伊一个爱心，每一日寒人予伊安心的过冬天，希望这个运动，这个爱心的运动会当传播我们台湾各地方，企业界能够再度出来帮忙一些偏乡的老人、偏乡的残障，让他们能够安度寒冷的冬天。这届发放的人数大约2400人，总金额高达536万。基金会除了定期的慰问金发送，也有急难的补助金的服务，同时也会定期捐赠社会福利车辆给需要的单位。基金会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让社会的弱势感受到温暖，打造一个友善的城市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